歡迎嚟到冥想時刻。今日讓我哋一齊做一個溫柔對待自己嘅冥想練習。邀請你將手放喺大髀，慢慢合埋雙眼，用呼吸將自己帶返嚟當下。吸氣，呼氣，按住自己嘅節奏做3個嘅深呼吸。當下會唔會係覺得好攰、好緊張，或者你呢一刻都未能夠用語言去形容當下嘅感受？我哋唔需要急於整理好自己，當下嘅呢一刻，你已經值得溫柔咁樣陪伴自己。讓我哋停一停，傾聽我哋嘅內心。可能你覺察到心裏面有一把聲音，經常咁樣嚴苛地批判你。如果你聽到呢一把嘅聲音，你唔需要同佢爭拗，只係需要覺知。邀請你將手放喺心口前面，我哋溫柔咁樣陪伴呢一把嘅聲音。邀請你同呢一把嘅聲音講：我會喺度陪伴你，我會喺度陪伴你。留意住身體有冇因為呢一句嘅說話而有唔同嘅感受。我會喺度陪伴你。想像每一次嘅呼氣都將焦慮、緊張由身體排出。吸氣，呼氣。想像你好愛嘅人正係面對緊你嘅困難，你會唔會想畀一個擁抱，同佢講一聲：我知道你已經盡咗力。當我哋陪伴面對緊困難嘅朋友，我哋會好有耐性咁陪伴佢哋。同樣，當我哋自己面對呢一啲嘅困難，我哋能唔能夠將呢份溫柔放喺自己身上呢？當我哋可以好好咁同自己相處，我哋就更加安穩。你係自己嘅強大支持者。當你再次感覺到疑惑，覺得自己未夠好嘅時候，你可以同自己講：我會用溫柔嘅方式陪自己走落去。
將注意力再次帶返去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將手再次放喺心口，多謝自己抽咗少少時間陪伴自己。多謝你今日陪我一齊呼吸，祝你有美好嘅一日。Namaste。